非議嘅時候嘅書，跟住落嚟，我將會為大家詳細地講解一下關於呢三種唔同色彩嘅具體特徵同佢哋之間嘅細微差別。中國社會發生咩事？有一班人喺中國網絡內容嘅中心，佢哋係年輕男女，有時甚至未成年。歡迎嚟到 Unclassified China， 我哋會深入探討。喺中國，佢哋有唔同嘅稱呼，好似精神女、社會仔、精神仔女，呢啲標籤都係形容一種好特別嘅年輕人。喺男仔通常側邊剃床頭、碗形頭，着緊新 T 恤。窄腳牛仔褲，咁女仔就化濃妝、染頭髮，着得好性感，仲有好多紋身。你會喺街頭見到佢哋，特別係2線、3線城市或者鄉鎮，成日掹咗路邊喺城市角落流連。日頭佢哋會周圍遊蕩或者瞓覺，打緊桌球，或者呢，佢哋會一大班人擠埋一齊租平狗或者日租公寓。不過聽到佢名咩精神女、精神仔，你會睇到佢介乎嘅狂同失控之間嘅感覺。但其實你見到佢完全唔係咁嘅氣氛。近年佢哋已經成為咗抖音、快手呢啲短視頻平台嘅常客。如果你唔理咗音樂、跳舞，仲有啲誇張剪接，其實佢哋嘅生活環境都幾艱苦。佢哋明顯好瘦、好骨感，因為有時佢哋根本冇得食嘅，或者一日只食一餐。如果講得好聽嘅，可以話係被逼間歇性斷食。但有條片就好清楚嘅展示咗呢個情況，有班所謂精神仔嘅男仔去搶間餃子鋪，大約有8-9個男仔，但只係得2碟餃子放喺中間。我覺得咁多餃子其實2個人食都未必夠，佢嘅實際嘅收入來源都唔清楚。其實好多人都係過一日算一日嘅生活，而呢班人特別有趣，因為佢哋完全同中共塑造中國年輕人形象嘅一切相反。我哋成日聽到話中國嘅年輕人，學校入邊嘅細路都係學科學、數學同埋批判性思維，又話中國嘅細路個個都好努力想成功，或者至少有好大壓力要成功。但呢班人就完全俾人一種相反嘅感覺。我會形容呢班人係一堆喺社會上遊蕩、已經被打敗咗嘅年輕人。當然呢班人入面有嘅仲係明顯想揾出路，有啲人仲係努力緊，好似呢個女仔咁，佢叫阿胡，佢以前係所謂嘅精神女孩。之後佢一間炸雞檔揾到份工，老闆收留咗佢，無理嘅身上嘅紋身同埋外表，佢都肯落手做嘅。因為正如老闆講，好多有學位嘅大學生其實都唔係真係想做嘅。但係佢唔係你喺呢啲片入邊見到嘅大多數人啦。事實上，更常見嘅畫面係喺女仔蹲喺路邊，攞住部電話發緊信息俾咗年紀大1倍嘅男人，問佢哋嘅錢。佢哋嘅朋友名單入邊有幾百甚至幾千個男人，全部都係揾到嘅男人加咗佢哋嘅聯絡方式入電話，基本上就係問人哋要10蚊、20蚊嘅，有時嘅男人會轉幾百蚊俾佢哋。佢哋嘅意思呢，就係希望可以喺個女仔身上贏翻啲咩，但係大部分時間一過數就即刻俾人玩失蹤。但喺現實生活中嘅大部分情況下，一旦你將辛苦賺嚟嘅錢轉咗過去，嗰啲人往往就會喺收到款項嘅瞬間徹底消失得無影無蹤。無論你之後再點嘗試聯繫佢哋，或者發送幾條信息，都只會石沉大海，完全冇任何回音，俾你根本揾唔到人嚟負責。男仔都冇咩分別嘅，有啲片段入邊你會見到佢哋幾個人夾一夾，每人1-2蚊，5-6個人先夠錢分一碗麵食。做嘢都好啦，或者真係有做嘢，都只係夠錢同其中一個靈魂女仔去約會。如果你有耐性抵落去，會發現有成個段落都係講靈魂男同女之間嘅拍拖情況。但係呢個又係另一個話題啦。如果你有興趣，可以佢留言話我知，或者我可以再深入啲講下呢個話題。呢啲比較心理層面嘅。總之搞咁細小啲幫人手或者呃錢 group 嘅男仔之間都好普遍，不過多數都係話喂兄弟借幾百蚊得唔得啊？甚至有個人假扮自己俾人捅嘅，只係為咗呃20蚊，但其實佢純粹係想揾啲錢食飯。至於有啲女仔俾人直接問點解唔揾工，反而周圍流連街頭，佢哋嘅答案好簡單，太夜啦。有一個仲話佢做過侍應喺嗰度，最後仲要俾錢嘅，每個月俾幾百蚊就為咗同佢一齊。所以之後佢就醒咗，話算啦，我唔想再做嘢啦。可能佢應該睇下佢哋好嘅對象，不過呢，佢係我自己諗法啫。
所以係啦，呢班人入邊有冇都想做好㗎，但好多已經決定咗，覺得向上爬根本唔值得。問題就係佢哋點解會變成狗呢？係咪？其實呢啲男仔女仔多數都係嚟自鄉下地方，當中可能有啲人屋企背景都幾穩陣，但大部分都係細鄉鎮鄉下出身。父母要唔係負擔唔起佢哋繼續讀書，要唔係根本唔在意，或者已經管唔到嘅仔女，定係根本唔理，邊個知啦？但係重點係佢哋好多年初中或者高中都未讀完，佢哋就喺早早踏入社會，根本冇足夠嘅能力去理解或者應付，結果就同佢同路人一齊揾到個小小嘅避風港。而家重點嘅啦，係咪？因為中共花咗幾十年去建立同維持住農村同城市之間嘅結構性貧富差距，同埋事實上佢咁中國總理都講過呢，仲有幾百萬中國人依然生活咗貧窮線上，農村根本就被遺棄咗，而改革開放更加令到貧富差距惡化，呢啲都好可能係有意系統性嚟做嘅。但係對於鄉村學生或者農村地區學生嚟講，想入中國頂尖大學，例如清華或者北大，個難度遠遠高過美國中部嘅學生申請哈佛，當中有好多實際上嘅障礙。中國人會面對好多經濟上嘅阻礙，例如你唔係本省人，你嘅戶口係唔係喺嗰個地區，又或者你想搬去第二個城市，生活成本同埋其他嘅，有時比起一個人由俄亥俄州去耶魯大學仲要貴好多倍，係咪？但唔係因為佢哋嘅能力，而係因為成個制度本身就唔係為咗公平嘅扶持佢哋，根本冇所謂平等機會可言。而家變成佢哋嘅情況，好多細鄉鎮或者鄉村嘅年青人，其實佢哋嘅夢想唔一定係想讀大學，反而係想離開自己嗰個小鎮。對佢哋嚟講，能夠走得出嚟已經係一個成就。所以其實只係佢嘅人生目標定得唔同啫，係咪？但係連呢個目標都達唔到，最後就可能流落街頭。喺呢啲片段入邊呢，我哋見到一種次文化，好似話做街友都變得有型或者時尚㗎。而家呢種行為呢，反而俾人覺得係正面。而之所以會咁，都係因為社交媒體令到佢變成咁。呢班人喺過去5-6年變得好有曝光率，因為佢哋嘅行為變咗做網上內容。喺中國，消費文化其實好簡單，基本上咩都有人消費。其實你都可以話美國都係咁，係咪？其實講到尾呢，社交媒體都係雙向嘅。而家呢，就出現咗好多呢啲唔可以話係低質素內容，但係比較似低地位內容，因為成個文化粗俗嘅講法同埋周邊嘅嘢都係咁。而呢種文化一旦喺網上出現，就即刻變得好瘋狂，因為好多人開始模仿，有越嚟越多年輕人甚至細路都寧願去學呢啲人而唔係返學。當然，其實呢班人都只係佔少數，不過而家就多咗睇呢種現象被放大咗，被人模仿，仲變成咗一種身份認同。而家有咗片，甚至會將呢啲所謂嘅精神男孩或者精神女孩描繪成被誤解、真性情、好真實嘅人，話佢哋只係啱啱想揾口飯食，生活好複雜嘅。有嘅係嘅，但唔係全部人都係，啱唔啱？你仲有啲人係真係會參與街頭打鬥嗰啲，你仲有啲人係做緊啲好離譜嘅行為。你會見到有啲人真係會做咗中國所謂灰色地帶嘅行業，好似 OnlyFans 嗰啲賣淫咁。總之就係為咗揾啲錢，等自己可以生存落去，係咪？但其實我想講，呢啲係一個制度性嘅失敗。而家就係想將呢啲行為合理化，或者揾藉口去解釋。大家只係互相指責，佢真正去面對核心問題係咪？大家都只係冇表面啫。咁其實呢啲人最後會點樣嘅？佢哋係咪就咁樣過一世？不如我哋直接咁講啦，係咪？對於佢女仔嚟講，依家都有嘅路可以行，但係我覺得佢一條路係真係好，或者可以長遠啲行落去。有啲人會喺夜晚去夜場做嘢，有啲就好似我之前講過，會做咗非正式嘅陪酒或者賣淫。有啲人就咁每日得過且過，睇下今日有咩發生嘅。喺呢啲咁嘅片入邊呢，你會見到有啲網上創作者會走去揾呢啲人，然後話俾佢哋聽，我會俾你聽，俾你幾百蚊人民幣陪我玩一日，類似嘅嘢嘅。有啲人都試下做內容創作者，但係你都知佢一個女性嘅教育，冇人脈嘅國家，經濟選擇好少。佢講可能唔太好聽，但事實就係佢哋可以做嘅嘢真係好有限。有冇哋可能做得幾年？但對佢哋嚟講，青春就係本錢，而且呢個機會窗好快就關閉。我會話比起有教育或者有穩定工作嘅人，呢個時間仲要快，可能得10年8載。但一旦佢哋呢個優勢
冇人會想同一個30-40歲嘅02女仔一齊。我再講多次，我唔係想講得難聽，但現實就係咁。佢當你做完呢啲之後，你哋儲蓄冇技能，又冇建立到咩專業人脈，仲要睇學歷可以靠返。對男仔嚟講，我覺得情況甚至可以話更加灰暗，因為中國係一個男多女少嘅社會，性別比例呢係嚴重失衡㗎，所以男仔之間嘅競爭好激烈。我唔覺得佢哋入邊有幾多個其實係咁講啦，係咪？佢哋入邊好多都冇一個長遠目標。我覺得就係呢度，我會講嘅係所謂失敗青年，因為佢哋知道自己本身已經冇咩可以攞出嚟，佢哋諗唔到自己有咩優勢，對未來都冇嘅希望。你可以話佢哋目光短淺，具夢想，咁野心。但係喺嗰個狀態之下，係咪？我一陣會再詳細講多啲。但係我覺得對佢哋嚟講，真係有種令人心酸嘅感覺。好似嘅男仔嘅，佢哋覺得而家咁樣好型。佢喺17、18、19歲喺嗰個環境下，但將來佢中國呢個嘅物質主義嘅社會擴展嘅話，佢哋可以點算？我覺得呢個問題喺呢班人入邊，啲人真係諗過。而呢啲男仔其實已經喺階層最底嗰度。而家對於佢哋之中好多人嚟講，我覺得未必有咩向上嘅路，只係繼續而家咁樣勉強揾食，幾個人夾錢買碗麵或者一碗湯，就係咁樣過日子。而呢種狀況都冇乜改變，所以呢個問題帶我哋去到一個幾唔舒服嘅結論，就係呢班被打敗嘅人究竟點樣生存落去？最簡單嘅答案就係，照中國人講法，躺平咁樣你都可以喺中國勉強過得去。好搞笑嘅係，你知啦，我成日批評中國社會，但如果你真係想做嘅，佢哋成日扮佢發生嘅嘢，好似半流浪嘅生活，用好平嘅方法過日子，或者淨係求其揾食生存，其實喺中國都幾容易做到，比喺其他國家更容易做到呢一點。因為你知道食物好平，你幾乎可以通過討價還價或者做一啲能俾你度過一日嘅事情嚟解決問題。但係除此之外，我嘅意思係呢個不僅僅適用於呢個群體，受過正規教育嘅年輕人亦都面臨住就業難題，整體經濟形勢不佳，正確嘅。所以喺當時我查閱大量網絡資料嘅時候，我逐漸意識到中國每個人都喺度耍大話，某種程度上係平坦嘅。有啲人可能認為僅僅做一份普通工作而唔做任何其他對社會有貢獻嘅事情就係碌碌無為。但對於呢間人嚟講，佢哋覺得唔工作仲唔夠，咩都唔做就等於平躺住，係嘛？冇做出任何貢獻。事實上，我幾乎食唔飽飯，呢個就係我嘅版本。但呢個係第一點啦。呢種理念再講一遍，佢所代表嘅一切都遠遠超出咗呢啲男孩女孩嘅範疇。呢其實係一個社會問題，正確嘅。呢個係第一個啦。我認為第二點係佢哋認識到無論發生咩事，你都一定會遇到阻撓，因為呢個係結構性問題。佢係一個福利制度去支援人，幫人追翻進度。佢好似德國咁，如果你失咗腳，政府會提供失業救濟。美國、加拿大都有呢啲住房援助之類嘅嘢，係咪？所以當你個社會安全網呢，你就要自己為自己建立一個。所以我覺得佢哋就喺彼此之間揾到咗一個避風港。所以面對住呢啲情況呢，屬於靈魂男孩同靈魂女孩呢個類別嘅人，佢哋寧願去揾嘅地方，例如今日可唔可以玩得開心嘅，可唔可以飲多啲酒，可唔可以再食多幾包煙啊，可唔可以再打多幾場街頭㗎？呢啲咁嘅，因為佢哋明白長遠嚟講，佢哋會改變佢結構性支援，冇向上流動嘅趨勢，大家都只會困喺呢個地方，走唔甩。我想講嘅唔係話我哋應該突然之間對佢做細賊、打街頭架或者人哋人感到可憐，而係我覺得要明白呢班人背後嘅原因係咪？拒絕承擔任何類似責任嘅行為，唔代表我哋就可以話哦，咁我哋應該突然之間去學啲乜嘢做㗎。我覺得我想強調咗一個好大重點，就係呢啲細路其實冇得佢自己一開始嘅人生，佢哋係後來先至作出選擇，而好多時責任都要歸咎於佢哋身處嘅社會。好似喺中國要向上流動，其實比其他國家難好多。所以你知啦，當佢哋啲咩可以靠嘅時候，我覺得就係佢哋慢慢被主流社會排擠嘅出去，可以咁講。所以佢哋其實呢啲精神男孩同女孩，佢哋唔係咩異類，係咪？佢哋其實係城市同鄉村兩種社會結構分隔底下嘅一個合理結果。佢哋變成咗一種次文化，因為咁樣反而令到佢哋有啲曝光率。而且咁樣都令佢哋揾到少少收入空間，
佢哋表現出嚟嘅身份，某程度上都帶俾佢哋更多好處。我會諗講，就客觀嚟講，睇住呢個群體，佢哋得到嘅好處多過壞處。而家雖然我哋唔應該為呢個群體嘅行為揾藉口，佢哋做緊啲咩，我哋都要誠實面對，我哋其實嚟緊啲咩？我哋嚟緊嘅係一班年輕人，有嘅仲未成年，細個嗰陣已經被社會遺棄，靜靜咁嘅失敗，徹底嘅失敗。有好多係自己選擇，有好多一開始就行錯嘅路，跟住佢哋基本上就攞住部電話或者相機，仲有一個獎勵混亂嘅演算法。呢個就係現代嘅情況，造成呢個群體出現嘅原因係一個社會結構製造佢哋嘅，忽視佢哋嘅。而家又睇住佢哋點樣爆紅，但係其實佢真係問過可以解決問題嘅問題。我哋可唔可以改變呢個情況？定係話我哋會放任到幾盡先收手？係咪？中國成日塑造一個新一代崛起嘅形象，呢代人紀律嚴明、團結，定有大作為，精神男女亦在其中，並非刻意塑造嘅形象。佢哋就係嗰個假象背後真正想掩飾嘅現實。多謝大家今日收睇呢一集，歡迎喺留言區講下你嘅睇法。你覺得其實呢個亞群體出現嘅真正原因係咩呢？多謝收睇，下次再見。